首先恭喜布文同埋廖康明啦，一對麒麟，即係祝願啊，終於都打開勝利之門啦，仲要喺國際一級賽贏取護衛保險冠軍一哩賽事啊，一級賽事嘅水準啊。今次嘅賽事咧就係用呢個斯蘭斯加3彎跑道，係有得追嘅，後上馬就比較有利啲，除咗啲短途一身當起馬，唔係嘅話咧靠後追嗰啲比較殺食。講開今次嘅賽事呢，騎師班德里啊，同埋本地嘅女騎師啊，黃寶莉啊，佢兩個呢，咁啱星期三賽事呢，佢兩位騎師嘅坐騎就相當之有份量，有機會叫糊啊，就有3場啊，咁啱3場呢都係可以同場較量嘅，即係我意思就話佢嗰3場呢，有機會呢串 Q 串位置 Q 啊，邊3場呢就睇埋落去啦。咁啱星期三賽事呢，佢兩位騎師嘅坐騎相當之有份量，有機會叫糊啊！先講第7場，第7場呢就2班1000米短途賽事，呢場嘅擂台凳呢就係落喺1號啊，星際快車賽神嗰隻星際快車，今季呢就3連戰打贏咗3場，咁啊贏啲3級賽喺沙田好惡噶，咁啊贏短途錦標，咁呢隻呢就係短途子彈快馬。連潘頓啊騎嗰隻顏色之王啊都甘拜下風，不過如無意外呢，就1號星際快車咧，雖然嗌少禮停賽，佢嗌到拿呢，就應該就不減個戰鬥力嘅，咁啊依然都有機會勝出。呢隻馬就大勇大熟，最近嗰2場喺沙田1002就回落咗啦，咁就最近嗰2場即係對啲惡嘢啦，咁啊輸好合理，今次轉過嚟快活谷跑。如無意外應該就最後一城，但係呢場呢，有2隻狀態比較好嘅馬，就有啲半冷門機會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串位置 Q 啦。咁呢場呢，就買位置 Q 應該都好分嘅，嗰2隻呢，就有班德里騎啊，希斯隻天星啊，同埋黃寶莉騎啊，鄭俊偉嗰隻側身馬好評如潮。8號啊，好評如潮啊，呢隻馬沙田啊，咁啊輸俾會長之寶啦，啱啱嗰場就後上不及。咁呢隻馬呢，就後追嘅。咁今次轉過嚟快活谷跑咧就幾啱呢個跑道。呢隻馬出賽只係出賽4次嘅啫，咁已經有3次入3甲，就贏1冠1亞1季。咁呢隻馬就相當之準成嘅。咁你如果呢隻馬沙田跑1200都得咧，咁啊可以呢隻馬咧就跑沙田1200咧就唯一落地嘅啫。咁啊沙田跑3次1000咧都入位嘅，都上名嘅。咁另外班德里騎希斯嘅天星呢隻馬呢就近排喺馬房催谷之下，隻馬就渾身是勁。咁呢隻馬天星呢就跑沙田1400，就贏過沙田1400，又贏過沙田1200。咁如果係沙田跑贏到1200啊，咁跑快活谷1000都冇問題嘅。今次又輕磅，班德里係孭115磅。黃寶莉騎嗰隻8號啊，好評如潮，即係有7磅減。呢場呢就2號顏色之王就試過都係唔夠，始終都唔夠星際快車跑。呢場呢，如果係2號同1號呢，我就睇好1號嘅機會比較多啲。2號呢就馬房嗰啲馬呢就好開就好開。即係回落嗰啲馬，回落嗰排咧就回落嘅，咁我就2號顏色之王咧，我就唔揀呢隻，我博阿潘頓呢隻馬死貨。咁1號咧最同顏色之王啊都係一樣，最近兩仗都係唔入3甲，但係1號星際快車就情有可原啊，因為佢對住嗰啲係比較高班啲嗰啲，譬如嘉應高升啊、舉步新風啊，咁係好合理嘅。但係咧顏色之王咧對住翠紅又勇敢巨星啊，同埋咩勁盡輝煌啊、扶搖世勁嗰啲咧，都係威脅唔到啊！所以我就對於顏色之王咧就唔係睇得好高嘅啫，喺呢場馬。雖然顏色之王喺沙田啊個賽績係好硬淨，但係咧就呢隻馬咧就我覺得係隻馬耷開就應該就繼續就未必可以霎時之間可以回勇啊！隻馬應該耷咗，冇咁快即刻可以回勇。咁你配有潘頓都係咁話，呢場咧就買最惡就係1號、6號、8號，單 T 可以買168，位置 Q 咧就買天星同埋好評如潮。
另外尾場啊，第9場阿黃寶利騎啊，告東尼嗰隻爆笑啊，今次真係唔好睇笑，因為佢有隻馬咧就排一檔啊。今季呢隻馬咧就喺蔡明少都係一檔贏嘅，咁佢咧就今次配黃寶利咧孭115磅，咁係有啲着數嘅。過往咧爆笑咧就排內檔，咁啊再加輕磅咧就威力就更加強，更加將佢嘅能力展現咗出嚟。同埋爆笑咧都係後追嘅，咁斯蘭私家3彎啦，咁後追馬係比較有着數嘅，咁你爆笑都係後追，咁啊睇下黃寶利咧臨尾追得幾多啦，可唔可以追入3甲？至於班德里啊，班德里嗰隻騎呂健威隻雙星報喜啊，呢隻雙星報喜咧就沙田贏過，咁啊仲係贏1400米添，沙田贏1400米咧就相信咧就跑法谷1650，咁可以勝任嘅。咁係冇問題嘅。我係上次就啱啱初轉去發育局，所以咩上次係喺外走外碟，追之下咧追翻過嚟第7，輸三個零馬位。希望今次巴德里就騎好啲啦，就唔好走得咁外碟。咁出閘後咧就揾遮擋啦，同埋呢隻馬咧就都係靠後追嘅。咁睇下喺發育局又追到幾多啦。不過照計喺沙田跑得好嘅話咧，喺發育局咧都有始終都有優勢嘅。咁呢隻都係半冷門分子嚟嘅，都係值得憧憬。呢一場咧就 Q 同 QP 連人位置 Q，就要10號爆笑同埋雙星報喜，同埋11號雙星報喜啦。咁至於獨贏 WinPay 獨贏位置就要翻10號爆笑，睇下告東尼用呢位女騎師可唔可以又再次成為冷殺手啦。頭場5班馬海軍鬥水兵，咁就跑長途1800米。咁呢場馬咧就有3隻，就係30部隊，就係2號同埋3號同埋9號，咁都係近績比較差啲。雖然咧就2號同3號咧都係降班馬，降班都咁話冇乜優勢。雖然3號咧喺4班有啲進步啊，近2次比蔡明少跑過第7同埋第8，咁加咗啲配備嘅，隻馬就叫做肯走下啦。隻馬咧就氣管有事，隻馬咧就始終嘅健康都係有啲問題，同埋就初期咧隻馬咧仲未得住，嗰2隻降班馬咧就一啲都按唔出樣啊！隻2號隻馬咧就跑開2200嘅，咁轉咗去跑1800，跟住又跑沙田1800，跟住又跑離地1800，跟住咧又轉下發育谷跑1650，咁沙田發育谷度兩邊跑，轉嚟轉去，咁又忽長又忽短。呢隻馬咧就隻馬仲未得嘅，馬房咧仲係喺度探索階段。咁你雖然偉達馬房配有金城港隊咁話，3號揚威四海，咁葉楚和馬房配有蔡明少啊，有少少進步，但係咧就隻馬都未夠火候啊。咁馬房都係碳慢板啊，隻馬都冇咁快。9號黃金風速啊！呢隻馬咧雖然咧就喺5班，即係發育谷同沙田都贏過，沙田係贏2000米，發育谷就贏2200米啊。咁1800始終都係唔係佢正宗路程啊，所以咧就從未上名嘅，從未有上名根據嘅，同埋隻馬咧都係擺喺前面走啊。咁呢個跑道咧始終都係利好追，咁9號咧都係唔睇好呢隻嘅啦。咁咧就呢3隻30部隊啊。3號、2號、3號同埋9號咧就可以甩得掉得。咁呢一場咧頭場咧最好有4隻馬，咁邊4隻咧就係1號又有乾坤同埋4號玩樂成，同埋7號幸運同行，同埋最尾嗰隻大 number 同寶寶。呢4隻馬咧就比較有份量啲嘅。1號識贏啦。雖然嗰場係贏泥地，就贏泥地1650啊，但係咧就星期3就如果就係天氣不穩落雨咧，咁呢隻1號都係有冷門機會嘅，同埋都係信貴神阿貴福樂佢變招咧跑信佢加程跑1800米都冇問題。沙田1800米都追過第3入位啊，咁賽績都硬淨。4號咧4班入個第3位置。呢隻馬衰咩咧？呢隻馬就衰內閃啊！內閃咧有咩問題咧？就係臨尾衝刺嗰下有內閃咧，就始終又未必夠揮。尤其是2隻叮當馬頭臨過終點衝刺內閃咧，就咁鬧教啦。明明係有得贏嘅，咁你臨過終點隻馬窒一窒內閃咧就失晒先機，分鐘就輸個短頭馬位。同埋呢隻馬玩樂成咧就比較都係始終比較新，即係側身啲啊，即係贏始終問水啲。咁反而咧就唔排除有入位嘅機會嘅。咁4號都係一個不錯嘅選擇。至於嗰隻同寶寶咧就黃寶利騎啊，吳鵬子嗰隻就今季咧呢隻馬都係
表現都幾穩定嘅，尤其是季初嗰陣。後期咧就狀態各方面回落咗，後期咧就越跑越差。最近嗰兩次咧又有翻啲進步，叫做好翻啲啦。同寶寶咧始終都係長途起袋，即係隻馬都係長途馬，同埋表現就開始好翻，馬有質素。咁你配合黃寶嚟咧就有綁鑑，咁喺呢棚馬裏邊咧就同寶寶都有啲着數嘅。話晒咧佢喺呢個路程入過2次 Q， 同寶寶嘅同程上名率咧就33.3%，仲高過隻7號嘅幸運同行啊！幸運同行嘅同程上名率咧就20%，隻7號咧就入過1次位置，跑第3唔大把啫。但係隻馬咧就表現咧就開始越嚟越入局啦。7號靠後追嘅。呢隻馬就啱晒阿布文跑啊！阿蔡神啊，今次揾阿布文騎就幸運同行，應該就揾啱人騎啊！之前艾少禮騎嘅，但艾少禮停賽，今次阿布文執到支好醜啊！呢隻幸運同行呢，就4班都贏過馬嘅，真係唔係講笑，4班有頭馬啦，入 Q 啊唔再講添，有個 Q 又贏過，隻7號幸運同行啊！喺4班都贏過頭馬嘅，有入過 Q 跑過第2，咁啊喺5班咧，始終都係佔重優勢啊，虎入羊群啊！我就睇好隻7號啊，幸運同行啊，布文啊，可以幫阿蔡神呢度打開勝利之門。至於Q 同位置 Q 咧，就可以揀隻1號游乾坤，或者12號同寶寶。我咧就傾向同寶寶多啲啦，因為同寶寶咧始終都係考法國長途都係比較拿手，而且有根有據啊！入過2次 Q， 咁黃寶嚟咧有綁減，黃寶嚟咧開始回勇啦，最近都有頭馬見面，咁同埋黃寶嚟咧就近排啲成績又開始回升啊，相信咧阿黃寶嚟騎應該就騎得掂就同寶寶嘅，相信咧就好大機會咧就同蔡神啊布文騎一隻幸運同行串位置 Q， 串位置 Q， 寶嚟騎嗰隻。同寶寶最後過咗100米就應該就帶頭嘅，咁嗰隻布文騎嗰隻幸運同行咧就又越追越勁，睇下可唔可以幫阿蔡神打開勝利之門啦？還是黃寶嚟嗰隻同寶寶臨過終點咧，仲喺前邊力壓幸運同行啦，咁都幾好睇嘅。咁睇下邊個叻啲啦。最後啦，第5場今次嘅賽事焦點咧就落喺第5場啊，韓國馬術會錦標啊，快谷夜賽跑馬地賽事啊，呂建威馬房咧就有動靜啊。除咗尾場嗰隻雙星報喜之外咧，杯賽場合啊，咁黃寶嚟騎嗰隻巴閉王咧就相當之有冷門機會。呢隻馬就冇睇少啊，因為咧今季咧都同嗰隻鄭俊偉馬房嗰隻拳傑勇士串 Q 啊，咁最近嗰兩次賽事啊，快放入 Q 添，再前仗啊就輸俾環球英雄，跑第嗰場1000米咧，短少少嘅1000米咧都跑過第3位置。巴閉王咧就喺同程上名咧就50%，入過2次 Q， 所以呢隻馬唔好睇少啊。今次馬房咧就放冷箭，睇下呢次喺黃寶嚟嘅胯可唔可以有入位嘅機會咧，甚至可唔可以再入多次 Q 咧？咁就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同場咧就擂台等咧就嗰隻班德里騎一隻電玩精英啦，上次咧輸俾富心星，輸俾雷神騎一隻富心星咧就無話可說，但係呢隻電玩精英咧就今季係大勇大熟啊，同埋呢隻馬咧就係食回頭草啊，曾經拉倉，今日又翻偉達馬房大前仗贏馬，今日啱啱仲入 Q 添，今次杯賽場合，杯賽當前啊，偉達馬房就不敢怠慢啊，呢次好大機會咧就班德里啊，幫偉達捧走呢個韓國馬術會錦標。至於黃寶嚟騎嘅呂建威就巴閉王啦，就睇下可唔可以爆冷成功入位啦，甚至挑戰電玩精英嘅頭馬地位啦，咁都幾好睇嘅。好，唔講咁多啦，大家贏多啲，好，拜拜。講咁多啦，希望大家留意，拜拜，再見。